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27，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安尼讲，伊甲我讲，有我的恩，你就够了，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撒甲来祈祷，互阮稳定到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正直良善，只是阮行正路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光，阮的拯救，是阮活命的困难。阮要着行治罪，虽然歹人攻击阮，对敌吞食阮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因为主你是阮的困难甲帮助，是阮得胜的徛旗甲凯旋歌。阮要因为你的得胜来唱歌。主啊，阮常常软弱无助，阮常常找袂到出路，总是感谢主，你甲阮讲，有你的恩，阮就够业。因为你的困难是伫阮的软弱顶面来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应允咱。伫咱软弱的时，伊要使咱开咱，因为有伊的恩，咱就够业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